係有80%嘅護膚成分，佢係識得自己追蹤你自己嘅膚色，好似潤膚膏咁樣搽佢，黑眼圈呢啲位置啊，全部遮晒，毛孔啊，全部都隱形晒嘅，連防曬、BB 霜、遮瑕力、光澤一次過搞掂啊！呢支素顏霜咧，近期我非常之中意，因為咧佢有3大嘅功效。你睇下擠出嚟，佢係白色咁樣嘅，咁有一個咧好強勁嘅遮瑕力，可以令到皮膚瞬間搽完之後，你望下，佢係識得自己追蹤你自己嘅膚色，望出嚟咧同你嘅膚色咧係完全融合咗嘅。仲有一種亮麗嘅光澤，你睇下呢邊冇搽暗碼嘅，呢邊搽咗咧立立令嘅。仲要重點係佢已經係一個防曬霜啊 ，SPF 50 PA 4個加，連防曬、BB 霜、遮瑕力、光澤一次過搞掂啊！有時我自己懶咧，唔化妝咧，好似潤膚膏咁樣搽佢，黑眼圈呢啲位置啊，全部遮晒，毛孔啊，全部都隱形晒嘅。重點就係有時我哋夏天咧咪會出汗啊，怕黏粒嘅，佢係唔黏粒，12小時持妝。哇！你其實諗下，成大半日唔需要再補，哇幾咁舒服啊！哇靚到好似自己本身啲皮膚咧立立令咁啊！呢隻 BB 霜咧係近期我非常之着迷嘅一種，大家都會擔心咧素顏霜咧會唔會令到啲皮膚又乾啦又甩皮啦？呢隻素顏霜係有80%嘅護膚成分，佢入邊咧係有積雪草啦、透明質酸啦，幫你做一個舒緩同埋保濕，仲有呢個煙絲胺幫你收毛孔啦、幫你控油啦，12小時持妝咧絕對唔係一個大問題，立立令。雞蛋咁啊，一定要試啊！就嚟冇貨啦，所以快啲落單啊！而家搽完啦，嗱，俾你喺陽光下望一望，皮膚超級靚嘅。仲要我呢度咧近排生咗好多紅色嗰啲暗瘡印咧，都係消失咗嘅。所以點解呢一隻咁令我着迷，就係呢個原因。天然光澤，自然遮黑眼圈、毛孔、控油、防曬，一次過搞掂，仲有護膚成分。